永生之家幸福农场带我回家工作坊伫咧7日正式开幕，市长黄伟哲、卫生局副局长黄文正以及各界贵宾纷纷莅临。黄伟哲望借由带我回家工作坊的开幕，让社会大众甲政府携手反毒，并会当予有心介应的有影者一个回归社会的机会甲肯定。非常感谢永生之家，感谢我们更生团契，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关心。提供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许多要走回社会的我们药瘾的患者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他能够摆脱药瘾之后呢，能够走回社会。那这个需要互相扶持你光是靠一个人坦白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很容易在一个人百般无聊或万般寂寞的情况下，就可能又回到了那个药品的使用的老路。那所以我们觉得社会支持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前伫工作坊有10位员工，其中有3位员工已经取得封闭丙级证照，而且因拢介应成功，已经摆脱毒品的控制，靠家己的双手甲决心意志，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让父母以及家人看到家己的改变。带我回家工作网的成立，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机会，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培训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的福音来戒毒，来改变我们自己，更坚定地走在实践的道路上，不再被毒瘾的引诱。现在的我是可以被差派到监狱里面去，跟一些受刑人分享如何戒毒。现在的我也可以是那个台南卫生局那个的戒瘾讲师，不定期的我会到各学校去宣讲福音的工作、反毒的工作，这些都是福音它的那个功效、它的成果。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上帝。卫生局表示，社会大众对着有瘾者负面刻板印象，使着有瘾者伫戒瘾的过程中面临真侪挫折甲阻碍，伫生活当中找无支持的情况之下，搁走上回头路。有瘾戒治需要长期抗战，除了医疗协助，更需要家庭以及社会支持，才会当予有瘾者有更坚实的力量，行过这段艰辛路程。透过爱甲陪伴这面力量，来支持有瘾者顺利回归社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